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案件解讀站。喺2025年7月27日，香港荃灣悅來酒店發生咗一宗令人痛心嘅四屍倫常慘案。一名37歲嘅前海關督察喺酒店房間入面親手殺死咗自己36歲嘅妻子，同埋分別6歲同埋3歲嘅兩個仔。最後自己喺高處墮下身亡。一家4口原本計劃移民英國展開新生活，卻以咁樣嘅悲劇方式永遠留咗喺香港。今日我哋來詳細講解呢宗案件嘅來龍去脈。根據目前警方同媒體報道，呢名37歲姓紀嘅男子曾經係海關督察，2025年5月停職，到咗7月正式以私人理由辭職。原來佢患有抑鬱症已經超過半年㗎喇。事發當日，佢同屋企人入住荃灣悅來酒店，冇諗過呢度竟然成為佢哋最後嘅住所。警方初步調查顯示，男子先喺房間殺咗老婆同2個仔，之後自己喺酒店高處墮樓身亡。現場情況極其慘烈，令人非常難過。呢個男人唔係普通人，佢唔單止曾經任職海關督察，之前仲喺消防處同埋懲教處工作過，屬於有紀律部隊背景。表面睇起嚟，佢係個有責任感、願意為屋企打拼嘅父親。佢老婆36歲，係全職家庭主婦，2個仔分別只有6歲同埋3歲。呢個年紀正正係最需要父母照顧嘅時候。最令人心痛嘅就係呢一家4口原本已經計劃好移民英國，準備展開全新嘅人生。邊個都諗唔到，抑鬱症最終奪走咗呢一切。呢宗案件再次將幾個沉重但重要嘅議題推到我哋面前。第一，抑鬱症嘅嚴重性。患者喺崩潰前，往往睇起嚟好正常，屋企人都好難察覺到佢嘅異常。案中男子已經患病超過半年，係咪曾經尋求專業幫助呢？又係咪得到足夠嘅支援呢？第二，紀律部隊同埋前公職人員嘅心理健康支援係咪足夠呢？佢哋喺離職之後轉型嘅壓力、身份失落感，有冇俾人正視呢？第三，移民壓力對家庭嘅影響。好多香港家庭都計劃移民，但過程中嘅經濟壓力、適應壓力，有時會成為拖垮一個人嘅最後一根稻草。呢種悲劇話俾我哋聽，心理疾病唔係話睇開啲就會好，最嚴重嘅時候，佢真係可以摧毀一個原本好好嘅家庭。呢一家4口嘅遭遇真係令到人非常非常心痛。2個年幼嘅細路本來仲有好長嘅人生路要走，但係最後喺最應該被保護嘅年紀而永遠離開咗呢個世界。希望呢宗案件可以提醒大家，如果身邊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出現咗情緒低落、長期失眠、自我封閉嘅情況，請主動咁樣關心下佢哋，同埋鼓勵佢哋尋求專業嘅幫助。好啦，呢單案件我哋就講到呢度結束啦。如果你覺得呢類真實社會案件係值得俾更多人知道嘅話呢，請你幫手點讚、留言，講下你嘅睇法，同埋最緊要嘅就係訂閱我哋頻道啦。我哋會持續為大家講述最值得深思嘅奇案，或者其他地方嘅案件嘅。咁下個影片再見啦，拜拜。